喜欢你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坐公车来的呗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身上就只有坐公车和地铁的钱了。你们家有车，你都不来接我。行了行了，我进大门了。都是人，怎么就能差得这么远呢？加会儿唱是不是？啊，再来一块也行啊。来，好，薛洋，那个，这是崔达，我哥们儿，这就是薛洋。哎，你好。哟，你看弄得还挺正式，真不错啊。嗯，叔叔阿姨好，阿姨叔好。哟，都来啦！哎，东浩来啦。哟，人到差不多了吧都。哎，你女朋友呢？我估计也快了吧，咱们先烤吧。先烤吧那。先烤。哎，你们喜欢烤的就在这儿烤啊，怕热的就在那桌子那儿坐着，那儿有好多小吃。李姐，雪阳，李姐，把冰箱里的饮料都拿咱们去那边出来坐呗，我顺便给你介绍两个朋友。先过去吧。你也过去吧，达子跟他们还不认识呢，你给介绍介绍。啊，我先烤点吃的呗，不着急。你就顾着自个儿吃，你这孩子。达子你也不着急？不着急。来，三爸我来烤吧，太热了。哎，好。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薛洋，你们见过了，西子是 Lisa 妹，那个你们先拿东西吃去吧，来包给我。坐吧。哎，又换了，我这换的速度够快的啊！上次那几个我还没记清我模样呢。嗨，女人嘛，新鲜劲儿过了就算了呗，时间久了，他们老觉得你能控制你，不是跟你兜里要钱吧，就是跟你要这要那的。我怎么能做这么亏本的买卖呢？那你以后就别再给我们介绍谁是谁，我们可没这闲工夫给你记这么多名。就是啊，这怎么能是替我记呢？我这不是好心吗？怕万一你们看上谁，我好大公司的转让啊！你看，好心还遭了一批呢。那得我领这份情，我去陪陪两位美女啊。哎，你慢慢陪啊，都是你的，千万别给我留。OK。哎，这两天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都让我给说着了？这两个入侵者整天攻势猛烈的，跟你死套近乎的吧？得，看你这表情就知道肯定让我给说对了。这一般啊都是后妈刚进门的第一板斧，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老爸放心，让他觉得呢自己娶对人了。等你老爸完全对他放松警惕了，他家里的大权也都拿到手里了，吸血僵尸真面目就该一点一点暴露出来了。反正到最后啊，这倒霉的肯定还是你。呀，今儿没来错。赵文，你怎么来那么晚啊？废话，我会飞啊！你们这里边那么大，走路腿不疼。哎，三爸，这赵文，叔叔好，哎，你好。文姨来啦。嗯，哎，把这些烤好的拿那边去，你们啊。好嘞。另外，你把赵文和达子给他们介绍介绍。哎，好。啊。刚才站那儿那堆谁啊？文文呢？徐阳，来吃了。哟，烤的还真不错。是吧？那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们儿，崔达，这是我女朋友赵文，我叫楚木。那薛洋，你挑金子挑这半天，一大堆人等着你介绍呢。你们自己都长着嘴，不会介绍。你是主人，这是你的职责。你要不愿意的话，我越权了啊。随便。那我介绍吧，
那西子，Lisa，May，我周浩。那开吃吧。热吧，哥？嗯，有点儿。你烤这玩意儿太热。哎呀，看他们老这么闷着，咱这 party 都白开了。哎，李姐，你把这些肉烤好的给他们送过去，顺便问问他们喝不喝酒。哎，好。喝点酒，没准他们就撒开了。你就不怕他们撒开了，再闹出点什么事儿来？咱家拢不拢没多少酒，都喝完了也闹不了事儿。我心里有数呢。李姐。这盘是新烤好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文艺让问问你们要不要喝酒？嗨，我说忘点什么事儿了，把酒给忘了。我车里边好酒，我去拿。不用了，喝我家的吧，不够再拿。丽姐拿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咱们玩游戏吧，光喝酒多没意思啊。成啊，桌游还是杀人？你傻呀？玩桌游一下午玩了一局吗？那要不就杀人？杀人啊！你指望他这样说瞎话，那咱这游戏真没法玩了。那咱们玩骰子吧，又简单又好玩。哎，好啊。家里有骰子吗？哎，我车里有，我去拿。谢先生，知丽来电话了，在客厅呢。哦，哟，闺女来电话了，接一下。接去吧。喂，知丽啊，嘿，我们都挺好的啊，真的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薛洋要是知道，肯定高兴坏了。行，那你定下时间告诉我。哎，周浩，那天老师找你什么事儿啊？明天去了学校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们是哪个学校的？啊，金融大学的。他在学校的时候也这么酷啊？哎，人家美女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也得搭个腔啊。就来了，拿杯子倒酒。哎，我现在在一杂志社实习呢，学长长那么帅，可以到我们那儿当平面模特。真的，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们主编。这主意不错。哎，Lisa 妹，给你们介绍这么个搭档拍平面，你们觉得行吗？哎呦，我们哪有这种福气呀？就是啊，谁请得起啊？人一上流社会贵公子，怎么可能跟你去当什么平面模特？怎么没可能？希尔顿家的大小姐天天逮着杂志就上，抓着新闻就炒，人家可是希尔顿集团继承人，这爱好跟家世无关，喜欢就可以做嘛。说真的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别吃了，你女朋友夸薛洋帅，还拉他去当模特呢。挺好的，薛洋本来就长得很帅嘛，跟个冰雕似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雕塑啊，就那个轮廓好，硬朗，合适。算你狠。怎么了？我凑我什么好戏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这都给选中了，咱开始吧。哎，你这一共几个呀6个。啊。来，赶紧干！快点！开始。多少？多少4个6， 5个6， 6个3。开那你开什么呀？没赛，开！哎，你开我干嘛？你有2个，你也开我一个，你玩你玩你玩。最后一盘端给他们，都烤好了，总算有点成效了。我进屋歇会儿去啊。我忍，6个6。怎么老叫6啊？该你了，喂。我
7个6。他在啊？有6吗你？行也行。那你赶紧的啊！明白了。没6。有，你赶紧帮看着点啊！我接个电话啊。好，快点你。那你帮他叫嘛。对，你帮他叫了。你开呀你。啊，他叫8个6。9个6。8个6，我觉得可以开。开。真的？哦，那太好了。那你时间定了吗？啊，行，好。输了喝酒。啊，那先这样啊，我们到时候见。不是吧，这么多啊？赶紧的吧。什么事儿啊？见不得人。没事儿，这太吵听不清。哎，我跟你说一正事儿啊，赵文今儿的眼神可有点不对，怎么看怎么跟见了肥羊的饿狼似的。什么眼神？看薛洋的眼神啊。那你还当男朋友呢，怎么连这么点本能警觉性都没有？他不是没见过有钱人吗？好容易见着了，好好看看，怎么了？再说我也是故意带他来的。那你看，就他还能跟薛洋那么几个人能搭上话，咱们俩往那一坐，一排，冷场，各玩各的。那我妈还有3爸那心血不是白费了吗？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现在还管你妈他们什么心血？那赵文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他根本就是看上人家。算了，这是你们俩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解决。我也就是给你提个醒。哎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10个6是吧？我开你。开我？哦，薛洋，来，等会，薛大少这么背呀？啊，连着说。我说让你别开吧，你不听，你非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酒喝少了，一直没找着感觉呢，多喝点就好了。哎，没酒了，没事，这儿有，来，把这点都喝光啊！哎，干嘛呀？倒这么多，欺负人啊？怎么着？心疼了？怎么着？我替他喝。哎，不用。好。我回去拿酒，还有别的吗？不用，有酒就行。我去洗手间。啊？甭管他们，来，咱喝咱们的。来，干了，别中酒啊！哎，他们俩人呢？这个拿酒，上卫生间了。这最后一盘了啊！哟，还有啊，李姐。你们还需要吃什么？我再去弄。还要点什么？不是，那这差不多了吧？您也赶紧休息吧。那我把桌上不用的东西先撤下来。哎，来，我帮你。哎，你们别动，教我们就行了。哦，我在找洗手间。出门向右，左边第一个。谢谢。这厨房挺漂亮的。就你吃这多，你别人吗？你疯了你！我喜欢你。这演的是哪出啊？应该我问你演的是哪一出？她是你的女朋友。眼下是你自己的事，别来恶心我。周浩，上车！啊？上什么车？上你的车，离开这儿！不是你要轰我们走啊？我跟你们一块儿走。啊？不是，走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解释。薛洋，什么呀？不是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哎，你们俩上这车。薛洋，赵二，不是赵文，你
你现在马上给我一解释，就现在就立刻马上。咱俩完了，我找着下家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什么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解释清楚这件事儿。毕竟咱俩在一起2年多了，我会念着这份情的。我走了。喂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啊，他心情还不好了，啊，他还说会念这份旧情，不是，这事儿的受害者是不是我呀？不是，你跟我说是他们没说人话，还是我听不懂人话了？我怎么觉得我都不是地球人了呢？你说说。得了，我陪你出去转转，走一走，说不定就能把事儿理顺了。啊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哦，我也没太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。就是小楚先生的女朋友就跟薛洋吻在了一块儿，然后那个薛洋手里那杯子就掉地上了，小楚先生手里那酒瓶子也全都掉地上了，然后他们就全火了，接着就都出去了。哎，你不会是被那女的给强奔了吧？去车场，别让那些外人跟着。喂，西子，找地方把俩美眉放下。薛大少心情不好，要飙车。哟，这事儿严重了。行，你把俩妹妹放下，我就过去。好嘞。哎，回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出什么事了？上哪儿去了你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这跟你说话呢，你干嘛去啊？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进屋之前我还回头看了你们一眼，看你们都挺高兴的，我心里还想，嘿，还真不错。怎么一会儿就又啐东西，然后薛洋又走了？你三爸可着急了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跟周浩他们在一起，应该没事。没跟你说完呢，给我坐，坐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赵文真亲人家薛洋来着？我问你呢，是不是啊？亲没亲呀？到底？那不想说这些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行不行？什么叫不想说呀？不想说你也得说呀。是不是亲没亲？亲了。您知道能怎么着啊？什么叫能怎么着啊？她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我现在也为这事烦呢。你得管好她，你烦有什么用啊？您别每天逼我行不行？我哪是每天逼你了？我明天去我爸那儿了。你干嘛呀你？我发现你现在真够可以的，动不动出点什么事都找你爸去。你多大了？我现在就去。你敢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这时候你找你爸，你爸住郊区呢，深更半夜的你跑他那儿去，你让他还怎么睡觉啊？要去明儿去。行啊，薛洋，这车让你改的真够拉风的。什么时候把我那台也改改呗？哎，凡事都有先来后到啊！我早就跟徐大少打过招呼了，要改也得先帮我改呀。喂？哎呦！叔叔，对，薛洋跟我在一块儿呢，要不您跟他说话？哦，成，您放心吧，他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哎，叔叔再见。这搬回家里住就是挺麻烦的哈，干什么事儿还得跟家里说一声。哎，
你到底怎么了？跟我们也不说是吗？刚才就那个楚木他那女朋友把学员给粉了。啊？不是吧？那女的也太生猛了吧！哎，学长，那女的长得也不算难看，你这不算吃亏，你没必要动那么大火气吧？我又不是你，况且这事儿也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。那什么问题啊？哦，就是因为她是你后妈儿子的女朋友，你怕以后见面尴尬是吗？尴尬也轮不上我，就是觉得恶心。别墅，正午，踏入开满薰衣草的花园时，我没有想到，一场恍若如梦的艳遇正在慢慢拉开帷幕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哎，那女的叫什么来着？叫赵文吧？啊，对，赵文。那赵文从一看见薛洋就撒开了网的放电，一直就没停过。你说在旁边看热闹的咱们俩都已经明戏了，她那男朋友楚木在旁边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哎，这男女朋友之间对这种事儿，他有反应那么迟钝的吗？所以说哈，这赵文要不是对这个薛大少一见钟情，那就是因为有什么别的原因才敢这么生往上扑的呢。那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你想啊，这楚木和他妈刚进薛家门不久，总不能跟薛大少产生正面冲突吧？正好借这个赵文来试探一下，制造点矛盾什么的。而且啊，就算现在这矛盾不爆发，那以后也可以当上什么引子呀？比如说，哎，分家产时就可以用得上啊。不是吧？我看那小子脸傻憨相，不像是那么有心机的人呀。脑门上刻着聪明俩字人，他就聪明啊？我告诉你，凡是看上去智商不到80的主，那都能造出原子弹来。你看那霍金的长相，长得聪明吗？当然了，你是个例外啊。也是。哎，你去一边待着去。哎，那小子把你弄得那么郁闷，要不要我帮你整整他？怎么整啊？万一整大发了，我们家老爷子还不找我算账？放心，我能让他相当不爽，还得甘心情愿地受着，而且啊，还不知道是谁整的他。你以为你神仙？我觉着吧，你长得特别聪明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快过来！徐阳回来了。徐阳，今天甭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文南和楚木的初衷都是好的，你应该学会宽容点，别太计较。我谢谢他们的好初衷了。楚木的女朋友强吻了我，这样的事我也能不计较吗？啊？真是娶了一个会教儿子的好老婆。Hello， 哈哈，臭小子，今天怎么有空看我来了？想你了吧？你看，我妈让我给你带老3样啊，茶、酒、治嗓子药。哎，您上的那药吃的怎么样？嗓子好点没有？向你妈妈报告，楚信同志已经不咳嗽了。
你还是得借啊，要不然多少药都白费了。是，我借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，走。来，给你点。哎，好。谢先生，文姨，薛阳说他不下来吃饭了，要不我给他弄点饭菜端上去？啊，端上去吧。哎，昨儿那事儿不会有什么误会吧？谁知道啊？我问楚木，我看他也那蒙着呢，什么都不说。甭管他们年轻人之间的事，你越问他们越不说，越来劲。臊着他们2天，自个儿慢慢就消化了。吃菜哥。